南丫島 （Lam Island） 係香港第三大島嶼，約13.55平方公里，位於香港島西南部，以其寧靜嘅自然環境、悠閒嘅生活節奏同多元文化聞名。島上有綿延嘅海岸線同沙灘，以及綠意盎然嘅步行徑，擁有豐富嘅海洋生物同鳥類，偶爾可見稀有物種如綠海龜。主要村落有榕樹灣同索罟灣，分別有餐廳、海鮮檔、特色商店同埋碼頭，可從香港島中環或者香港仔城搭渡輪去到，航程大約20至30分鐘。島上居民約有6000人，沒有汽車，主要靠步行或單車代步，生活節奏緩慢，遠離城市喧囂。去到已經係去到1814年嘉慶年嘅風號嘅，所以歷代咧，即係對於劉伯良呢個傳說咧，係一路好多即係加上去嘅神蹟啊咁樣，即係保佑你出海啊，救到好多人啊咁樣，咁跟住咧朝廷就一路封唔同嘅封號落嚟。咁如果即係人類學呢個講法咧，就係咧點解因為香港最多嘅廟咧就係天后廟啦。咁咧喺南中國咧亦都係嘅。咁呢條魚嗰個講法咧就我喺呢度聽過唔同講法啦嚇。咁咧其中我聽過一個講法咧就話咧，其實咧呢條魚係之前年年每個唔知咩季節咧都會游一游嚟呢度，但係最後咧就即係死咗咁所以咧就 preserve 咗佢喺呢一度，擺咗喺間廟。咁就即係有陣時都會講係一啲每個海域咧都會有嗰個海域鎮守嘅一啲龍啊，或者係魚啊喺嗰度啦。咁所以如果你撈到佢咧，你唔可以就即係你唔可以攞去劏魚翅啦，你要預防佢啦咁。香港南丫島索罟灣天后誕係當地重要嘅傳統節日，於農曆3月23日舉行，紀念海神天后媽祖嘅誕辰。索罟灣天后廟建於清朝，歷史悠久，廟內保存道光年間嘅古物，如聚寶爐同埋銅鐘。慶典期間，漁民同居民會舉行拜祭儀式、舞獅表演同龍舟競賽，祈求風調雨順及海上平安。此外，節日嘅亮點包括位於天后廟附近臨時搭建嘅戲棚、宮粵劇團表演大戲，吸引村民同遊客觀賞，增添節慶嘅傳統氣氛。索罟灣第一街熱鬧非凡，食肆提供新鮮海鮮，讓遊客喺體驗漁村風情同精彩大劇嘅同時，感受南丫島嘅獨特文化。我都戇鳩啊！小飛哥行快啲啦，放喺我哋啊，個圓台快過我哋啊！唔係啊，都唔係。咁鳳樓似獅子烤啊嘛！如果依一好嘅。
公子今天中咗馬上來。先天愛，哦，原來是先天殺人愛。暗襲人就最怕見到啲金你見啲金銀，我好穩陣㗎。一見到黃金想創新，木製又口外。人人笑我笨得，笑我不拜，我為觀音就去拜嗰啲財神蘇東坡大爺正話使人送咗張帖嚟，佢話今日天氣晴朗想話約上公你去蘭亭嗰度賞春。直上仲有琴操相伴啊！上高招啦，你速編此帖，回去稟告蘇家貴差，説到我會依約而行就是速過去啦。於五鳳樓前，真係估唔到，佢仲敢約你去遊春，人哋入花叢粉茶。夫人啊，有道是夫妻之情不可滅，朋友之道就不可廢。蘇東坡乃是我生平知己，佢約我到蘭園賞春，煮酒為樂，席上都並無他人㗎，得我哋兩個㗎咋。冇咁，琴操又是誰呀？哎呀，夫人，哎呀，邊處你個琴操呢？頭先雙伯講係陳操啊，陳操咪係為夫個書名咯，你聽錯啦，老人家話係陳操。我都未曾聽過，主人請客會反呼客名嘅。夫人你有所不知啦，想當日我坐於洛陽拜東坡為兄，兄稱帝名，亦屬鼓勵啊。上公，我並不是教你拋疏朋友，倘若今日席上係有婦人在座嘅，你莫怪我嚴絲規範啊！夫人，我講咗幾多次啫？陳操就係陳操啊嘛，邊處嚟個琴操先得㗎？嗱，我可以對天發誓㗎，我呢世人都唔識一個琴操嘅。嗱，若然今日係有喪奸之約，我話過嘅，任得你打，任得你罰，點打我都甘心啦。打你？我用乜嘢打你呀？歸訓啊，幾見男兒為妻借將去問人，邊説話問人借支拐杖打自己咁蠢嘅？無情盼，無言自讚。
唔使問人借啦。一前為夫，又霸黃山採得青離象一支，現在案頭之上。若然今次我真係有美在旁，有歪得行嘅，你就用青離象嚟罰我啦嚇！咁得咪啩嚇？青離象，青離象。青離代作寒魔棒，邪魔難以犯狼身啊！上公早去早歸路，花叢緊陣關魔間。夫人你放心都得啦。生平不慕桃源路，田收不聽那鄭星人嘛。我臨行回報細清理，若有歪心，你都無憐憫。咁上公你早去早回。當然就早去早回啦，我邊捨得掉低你一個喺家中呢？嗱，放心，去便回㗎啦。哎呀，上公啊，你着夠衫未啊？會唔會凍啊？都睇怕好難凍啦，今日係咪？咁又係嘅，好啦。我夠㗎啦，你放心，好快翻嚟嘅。上公，哎呀，呢排咧啲天氣唔係幾好，一時日出日頭，又怕佢會落雨喎。咁啦，不如等我攞把傘俾你啊！攞把傘。係咯。哦，有路，有路。唔使客氣。邊處有個陳操啊？發誓都唔怕，做到咁好添，驚乜嘢？上公。哦，咁我起程啦嚇。好啊，小心啊！你放心嚇。嘿，走啦喂！